早前，曾國衛向我提出，因為健康理由，希望辭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一職。我詳細同佢討論，了解咗佢嘅情況之後，按基本法第48條嘅規定，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建議。今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，根據我嘅建議，免去曾國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嘅職務。我感謝曾國衛佢喺政府工作同埋所作出嘅貢獻，我亦都理解佢嘅身體狀況。我祝願佢身體健康，一切順利。我會物色繼任嘅人選，期間副局長胡建文會署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嘅工作。坊間不時對於政府無論係運作又好，內部事務都好咧，都係好有興趣嘅，有好多揣測嘅。咁可以好正式話俾大家聽，呢啲揣測都不正確。我冇計劃去再對於我哋司局長嘅人事有任何變動。理由係佢哋都按住我嘅要求去積極咁履行佢嘅工作。